歌手艾成昨伫因兜对老身亡，享年40岁。这个艾成甲因某王彤顶个月才做伙呢上徐乃麟的节目。这个乃哥知这个消息了后嘛，真唔甘。这个艾成哩一直甲伊人缘真好，小甜甜啊、曹希平等人拢伫面切悼念。另外伫今仔日，艾成的爸母会为马来西亚到台湾陪伴因后生行完人生最后一里路。 王彤某艾成甜蜜的画面变作回忆，张艾成不幸对老身亡。艾成的爸母估计今仔日到台湾陪伴伊最后一程。另外，经纪公司讲袂设灵堂，敢若会有追思会。顶个月艾成和王彤才上徐乃麟的节目，乃哥听到了后错一条。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怎么可能？只是因为这一路来，我觉得王彤跟他感情上来讲，我觉得艾成是真的太伟大了。 马国比和艾成交情袂歹，伊徛伫内哥边啊，拢无讲话，看会出心情真悲伤。另外，小甜甜嘛伫IG po文章讲唔敢相信，过去嘛有参加超偶的艾怡良是要甲艾成讲辛苦啊。 伫面切破和艾成王彤的相片，曹希平讲名利拢会当放下，唔免搁追求啊。希望你爱保庇王彤会当渡过这个难关。不过艾成情绪无稳定，对老身亡嘛，互网友批评。露露看袂落嘛，伫面切讲，希望大家手势会当举好悬。失去亲人的痛是真大、真伤心的。希望伫网络世界，大家的心肝会当较好咧，互霸凌会当卖遮济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